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Pio。今日到大家來，我從細到大待的地方就係松木中。我從小的生活，大家有看到吧？我後面全部都是田，然後還有阿婆的菜園。然後在菜園裡面呢，因為今天下雨天就不適合進去，難搞霾啊，地不會堵。然後過來就會到大家來。行一下，你松木那片，我嘅木下。然後等一下呢，我還要邀請我的大來賓出現。其實我不是主角，我覺得他才是我生命中的主角。那今天還有邀請到一位大來賓，噔噔，黑馬莎，你黑馬莎，係 Pio 嘅阿婆啦。啊，水妹啦，好，哎，水妹來，今日來到大家來。兩片，你看阿婆整個超小隻，然後今天因為根本要漏水啦，所以懂麻煩。好了，讓他到大家來看兩片兩條，走秀還記得嗎？記得。你知道幾百的感想？蠻成功的，因為我覺得這條路非常漂亮，所以呢，我在前2年吧，前6年的時間有第一兩片攀，一個時裝走秀，然後我就邀請了，就是大家，就是算不好一點啦，親戚啦，對，阿叔婆啦，阿伯公啦，然後就是叫他來一起來玩，然後一起來走，就這條路。他是我們今天的主攝影師，待會呢再拍照。活動好不好玩？好！明年還要不要再玩？對，走秀到我這個時間，就完成的時候落太水啊，老金币窮遊一樣狼狽，是嗎？好啊，那我們等一下這邊再走一次，走，我跟你一起走 ，Let's go。好，我牽你啦。做我咩阿婆啦？你當豬頭係什麼來咯？跟你想我煮水餃，俺做了包水餃啊，包乜嘅水餃？韭菜水餃。你阿伯爭來喝，臨時抱佛腳嗎？咩冇喝哦，那炒到上嘅時，你韭菜又唔要包。有乜嘅事情係唔做唔到嘅？哎，就你乜嘅就會做呢？包水餃，就會按奶。然後嘞，你要講啊，你要講，放頭上好了啦。做得，你拿，你端。哎呦，包到按這，怎麼會這樣講？包到按這，大家唔好笑。搶太假聲。包到按這。好，OK。